社会事要来关心的是，有一个骑机车的人经过台北市中山北路5段的时阵因为点仔加路无平，坎坎坷坷，互伊煞闪袂赴，直接摔倒。事后伊定身登去现场，想要翕相留证据的时阵发现讲毋若干那伊即个人有即个状况尔。台北市公务局就表示讲，即个位置拄好是公车停车的所在，因为公车呢较重，一直甲伊交过去，才会互来变形。原本就打算讲即个修路，进前呢选去拄着风台才延误工程。若是骑机车的人要申请国家赔偿，公务局嘛会协助处理。乌多摆徛伫中山北路，雄一个袂稳，直接刹车，骑乌多摆的人搁一拖到趴骨落链才停。安尼一刹，毋若车歹去，骑乌多摆的人双手嘛拢挫伤，肩胛头甲下骸嘛受伤。刹歹去的手机修理费就要1万块。互即个骑乌多摆的人去现场翕相做证据，想袂到竟然拄着另外一台乌多摆，嘛伫同一个所在来刹车，互伊甲代志铺上网络，要来甲台北市政府讨一个公道。实际来到中山北路5段，其实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生车祸，往前滑行数公尺。原来互乌多摆刹车的原因，就是这条路无平，这条路的倒边较低，正边较悬，两边相差有6公分。无平的所在，拄好是公车停的所在，因为长期的重量无平均，才会互这条路变甲这么无平。平常就是还是尽量车速第一个放慢然后就下雨天看到那种坑洞就尽量闪避。台北市公务局新建工程处嘛表示，这个无平的所在原本就打算要来修补，但是真无拄好拄着2期马风台，才来耽误。预计大概是8月15号左右到8月20号之间嘛。那刚好它发生时间就是在8月13号和8月14号这样，就是很不巧。伫咧还未修补进前，骑乌多摆的人若是要经过这个路段，就要较细腻的，才袂来发生同款刹车的意外。记者综合报道。